上星期，老師要求我們為學校設計一幅宣傳海報，好讓更多社區人士認識學校。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獨自完成，亦可以選擇跟幾個同學一起合作完成。佳佳決定自己畫，她畫得又快又漂亮，很快就完成了。另一組同學則決定一起畫，雖然要花比較多時間討論，過程中亦發生過爭執，但最後他們通過互相協商和分工合作，最終仍可把工作順利完成。而且他們的作品又特別又有創意。經過這一次合作，組員之間對彼此的認識深刻了，大家也成了好朋友。最後老師說兩組都很用心，作品都各具特色，結果兩幅宣傳海報都被老師採用了。